后来讲到这个桃园地区的疫情，即摆各单位拢真注意，即摆佫传出讲，台中运输是毋是要跳过桃园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绝对无可能跳过桃园。交通部已经要求台中运输业者加强运输场站甲车辆设备的防疫的措施，而这场防疫的战争，无人会当结外挂。桃园疫情变严重，别个县市皮嘛变甲真严，连接都市的大众运输正做防疫的重点。即马佫出现大众运输歪驶要去桃园的声音，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病毒无分所在，不可能说跳过桃园啊，我们现在更要支持桃园，没有人是局外人啊，我们每一个人做好防疫的本分。面对新的疫情，交通部规定乘客坐大众运输爱专程挂喙罨，车内底设备嘛要定时消毒，派人加强巡逻。公共运输到目前为止1年来并没有发生疫情在这里传播这个就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林佳龙讲，大众运输系统过去1年无发生疫情传染，伫咧这场防疫的战争，大家若是有好好做防疫，就袂去目着病毒。